欢迎回来。香港支联会等团体星期四趁着中共召开18大，到中共驻港办事处抗议，要求中共当局结束一党专政，停止侵犯人权，彻查6·4和法轮功等事件。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国际特赦组织等团体由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抗议中共18大实行权斗式的黑箱作業，完全是白色恐怖，違背現代文明。為一個保黨嘅18大嘅順利舉行，中共更係草木皆兵，再次係粗暴侵犯人權。更加喺北京城負責維穩嘅志願者，據說就多達140萬。因為一片嘅白色恐怖，亦都係極為擾民。他們要求大陸當局結束一黨專政和停止侵犯人權，並聯署向中共當局提出18項要求，包括6·4、法輪功、維權等問題。徹查6·4同埋法輪功事件嘅真相，係追究責任同埋賠償受害者。維權人士不斷被打壓，甚至幫佢哋去到伸張正義嘅維權律師，亦都係成為一個打壓嘅對象。好多律師竟然變為階下囚。對於胡錦濤在18大報告中宣稱要港澳同胞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支聯會主席李佐仁予以駁斥。當黨騎劫咗國，根本係人民喺呢個黨騎劫國嘅情況之下呢，係冇任何人權，冇任何嘅自由，呢個唔係我哋想要嘅國家。最後，抗議人士將中共種種罪行的標語撕毀後丟進中聯辦內。新唐人記者林秀儀、鄭麗居在香港報道。